这是叫做外澳啊火车头吼，啊外澳火车头从起先开始是一个小型，比即马搁较细，敢若一个月台短短啊安尼尔。较早进前1920年，迄阵仔是有开通是用人力推车，一直到1924年1月1号，才有正式的迄个蒸汽火车头入版。较早阮遮外澳啊居民出入完全拢是靠这条铁路，过来就是咱遮正手边这个时空古道，唔是用行的，就是坐火车。民国50年代啦，主要遮迄阵阵的产业，阮拢讲火木啦，就是火木车呀。迄阵阵载就是载茶，载竹啊，载土炭，尾后载水泥的。咱遮上主要种是学生啊，学生啊咧做，过来就是游客来创啊，就是来冲浪，第二就是来去爬时空古道，所以讲这条是真频繁游客足侪的一个迄落景点的，阮的景点是这样。咱为外澳火车头落来就是咱这片的这个港澳沙坡啦吼。阮伫讲港澳沙坡，空谷重影飞行线，口中美食芭乐土豆海产青这拢甲咱外澳火车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民国这60、70年代迄阵阵阮遮这个芭乐土豆甲海产那海产主要就是这个布拉鱼拢爱坐咱这个外澳火车头这个头蛇车去到这个基隆、台北遐贩卖所以对外澳火车头对阮当地经济有真大的帮助到即马阮游客60%以上嘛是由咱这个外澳火车头来遮体验咱的空谷啦、重影甲飞行线。行较过一次有这个龟山岛的这个赏金阮飞行站的运动，伫全台湾已经成立有20年的历史啊。飞行站这个物件，其实伊是较安全的一个休闲的运动。咱飞出来时，咱通去看到龟山岛遮的美丽的风景，有南洋平原的风景，有太平洋的风景，嘛通看到迄个规个整体沙坡遮的冲浪的海景。更较好的是，你通有当时会去看到遮各形各色的迄个代替的所有的迄个火车，迄种的制高点看到的所有美丽的风景，拢特别无共款。你通看到真侪宜兰的特色。我是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佩玲。咱遮南洋博物馆是咱宜兰上著名的一个迄个地标阮这个所在呢，伫外澳的车头的边所以你若讲坐火车来外澳车头的时，行路过来能看到咱的龟山岛，搁咱这处的一间博物馆小朋友拢讲这博物馆是毋是倒去？毋是啦阮这本来就是海边的地形，阮这石头伫海边就是安尼所以阮这是甲海边的石头夹做伙的一个建筑物内底阮这个博物馆内底有宜兰这5000年，甲咱即马现主是宜兰遮有一寡文化甲自然拢有收伫遮，所以你若要看咱宜兰的一寡自然甲文化所以要咱来咱南洋博物馆遮内底有真侪通互你参观的。你若看过了你就知影讲宜兰为虾米有遮的文化甲特色。咱对面就是乌石港乌石港遮就是咱宜兰第一个正港的港口就是较早咱200年前伫遮的时做一寡迄个贸易一寡迄落坐船来到遮较早无火车的时拢为坐船遮就是咱宜兰上重要的一个迄个商业的港口这个乌石港因为尾已经迄落淤积所以迄个咱乌石港遮即马已经是宜兰员工上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欢迎大家来来咱的外澳火车头遮交流过来咱的宜兰南洋博物馆来体验咱宜兰的自然甲文化，遮拢互你看会到。